家来阮的庙过年。欢喜迎新村目家寮17号南天宫主委饭长金凤，伫3天前家己出钱，首次办理除夕夜跋杯摕奖金的活动，吸引上百位当地居民参与，更有人博到8888块的大奖。举办以来，参加的人一档比一档多济，所以主委今年更将红包加码到9999块，大方欢迎部落居民拢来挑战。啊，这个压岁钱吼，今年吼来特别吼来头奖会当领着9999啦。啊，大家来试手气来拼一下经济吼，啊，佫会当来分享吼，这个千岁吼，迄种做来分享的做祈福的迄种口罩，啊，来大家等于平安。为了吸引更侪人来到南天宫感受神威、求财求福，庙方今年规划来阮庙过年点灯活动。民众只要伫南天宫点灯，或者是安斗，拢会送一个大方货柜的面纸盒仔，并会当伫初1到初5期间参加千岁跋杯大赛。上大奖竟然是做价值36万的货柜屋。来阮庙里过年，来阮遮点灯999块，佫会当吼由咱大方货柜提供的迷你小货柜来分享予大家，啊，佫再吼会当来初1到初5会当来跋杯，这个吼由阮庙里吼出资来做一卡价值吼36万货柜小木屋，要来大家试手气吼来跋杯，上侪杯的人会当炸转去厝的。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，部落小农的柳丁经销卖了少歹。为了予这群小农好过年，主委饭长金凤特别采购1万斤柳丁以及5000斤的金蕉，要来送予春节期间来点灯聚会的访客。另外，为了配合中央防疫，南天宫嘛有请民众来到庙里拜拜，爱挂翠安，做好防疫措施，共同来对抗疫情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